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安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讲到中国共产党20大，咱看到这幕胡锦涛被人背叛离开，咱大家目睭金金看，是体贴先败，唔通互伊当场弃身佮落命，或者是大家架高要互谁看？讲到这个万年主席，如滔滔江水无绝期。 敢会出现着文革第2期？敢会更较参残出兵对台湾，或者是对着中国必然出现着开明改革、反共产？代志敢有遮乐观？啊无，甲咱台湾是要安怎渡这关？咱今日全盘来开破。首先，咱来了解到现场的来宾。 头一位是对外中国地科所长王丹先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呢？第二位是咱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的研究员连正义林老师。大家平安。那么第三位呢是咱台湾地科执行委员赖宜中。大家安安。那么第四位是咱国防安全研究所国安研究所的这个所长辛明石。 大家安安，大家好。那么咱昨仔看到一幕，也是胡锦涛呢。在这个会场当中，咱首先来看这个画面看卖，大家有真侪这个猜测。咱看到这个画面当中呢，2个示威甲插起来，伊敢若要走袂走，摕到这个文件呢，敢若佫袂记啥物代志。 尤其即马在这个现场呢，伫3楼，还有中华所谓的这个记者伫的，所以大家拢就听到这个卡梅拉的这个声音呢，一直翕，一直翕，哦，然后伊佫甲习近平唔知是讲了啥物话，听到了真侪人咧摇，讲哦，伊可能是摇讲，我身体还行，你干啥？ 哦，即马研究时间来讲，有的人是讲你安尼做敢袂使，佮甲即个李克强的即个警教头佮甲拍了。但是讲伊身体歹，伊佮家己会当行，而且行的速度还佮真紧，敢是破病，身体无爽快，所以真侪人有咧摇。这到底这个宫廷大戏是安怎？咱转来到现场，头一位咱的请教也是对中国出身。 那么王丹在现场您刚刚看到这个，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猜测。那您个人的这个见解是什么呢？我当时觉得我们都没有人听，这他可能永远就会变成一个谜哈，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人听到怎么回事。我相信短期内中共也不会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虽然他现在说身体原因，不过我个人觉得。 我实在是想不出习近平有什么动机和必要一定要用这么大的一个动作，在全世界面前羞辱胡锦涛，这是第一。第二呢，外界现在有很多说法，说胡锦涛是对这次会议的结果表示不满，甚至是抗议，更严重的说是要政变啊、失败等等。我觉得这恐怕都是太过分解读了哈。那么我认为他身体确实是不好，这是肯定的。 那么他肯定对会议的结果也是不满，这也是肯定的，因为他的团派被团灭，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个人觉得是综合性的，确实他身体也有不好的因素那么大概习近平也担心他会做出一些就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些动作，那么干脆就劝他先离开。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猜测，可是我的重点不是这个，我的重点是说。 我真是觉得外界没必要对这件事这么在意这有什么？我不觉得这件事值得这么重视。那咱们应该在意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在意习近平什么时候死比较重要。这个习近平的身体比胡锦涛身体，我觉得更值得在意。就这件事情，我不觉得它传递出非常重要的政治讯息来，它没有那么多的丰富的政治信息。大家都知道习近平讨厌胡锦涛，也都知道胡锦涛不可能满意这次会议。这个信息不用这个动作，我们也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大惊小怪。是，那么您留下一个问题，待会我要请教你，你也可以想一想，就是整个20大里头，其实我们当然可以知道，这个就是习近平一手掌握了。但是对所有不管你是团派或者你是什么样的山头的人，
这不就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整体的利益吗？那么在整体的利益当中，难道习近平不会像是一般的民主国家的人说啊，来，我跟你讲，你虽然不在上头，但是我分给你一点，我这分给你一点，我这分给你一点。待会也请您来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接下来我要请教林老师哈，林老师，咱头看了节目哈，其实来一如这个王丹哈一讲的，这其实不是介重要的代志，但是有真侪人对着台湾人来看，这个明明是先败，而且是这个权力交接给伊，啊，既然会当安尼用来用，啊，是不是当中有故事？林老师安尼解读讲，是安怎大家有这个反应的？咱就知影讲这个中国共产党啊，吼，这个过程内底是无透明，不透明，吼，啊，所以不管是什么代志，哦，什么的姿态，有足侪的猜测啊，吼，但是咱一般，吼，做一个人，还是做一个政府的官员，对较早的领导人，吼，应该是有较好的对待啊，但是咱看不出来，吼，就是讲，我以这个内底看到，这个栗战书应该是较有这个较有人性的表现啦，吼，啊，伊想讲后尾啊斗相共，啊，但是伊的对手边，这个王沪宁，吼，丢掉的，这个表示讲吼，咱应该是会当好好来对待一位先败79岁，吼，啊，应该胡锦涛不管是身体无爽快，还是有其他的过路，吼，应该是会使讲是中国上介关键的人，应该有做出一个人的模样，吼，啊，做出一个人性，还是这人甲人，吼，应该爱有的这种态度，但是咱足可惜的讲不透明，啊，所以外口有足侪猜测啊，吼，啊，这种猜测，我想讲，原来有足侪的原因啦，吼，啊，袂使讲完全伊是被诱导。吼，伊应该有啥物问题？吼，啊，所以咱会当看到来讲，各其中，吼，可能伊即个时间，啊，伊的反应，吼，可能有较慢，差不多有40秒左右，吼，所以大家都会猜测。是敢若小可叮当安尼感觉哈，是，这我要请教吼赖委员吼，这头拄我节目还未整，就是王丹有讲，无的确伊即个可能是身躯顶头有一寡监测的即个仪器吼，已经啊显示讲心跳袂使，啊赶紧来找。但是我的疑问是讲，无就即个穿白衫的人就礼拜，就甲好好讲。一如头拄林老师讲，若是人性的对待，还是礼物吼，就是讲情元首嘛吼，个礼物要安怎处理？这中间透露出什么讯息？我是讲对台湾来讲吼，就是讲中国共产党，咱拢知影讲因内底应该是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啊，是讲迄个无共款的即个想法。但是伫迄中国共产党要求要坚持团结的即个口号下骹吼，所以讲遮个无共款的意见拢无可能表现伫外口。伫外口拢真侪人拢是咧摇，所以讲即届当即个吴景头吼，互人安尼强要甲扭过去，伊本身佫无想要走吼。所以讲有即款的动作的时阵，当然都互真侪外口的人讲哪会变成安尼？所以讲即届即互人的感觉，无一定是讲应该要安怎甲人对待，是讲照讲，咱是认为讲中国共产党伊家己内部的即所有无共款意见，袂讲表现伫外口互人看，但即届竟然讲外口人知影，用即款真粗俗吼，即个手路吼来去甲处理。所以讲，一方面在表示讲，真正可能甲迄习近平内底，佮伊无共款意见的人，的确是有啊，包括讲吴景头即款的人。第二个是讲，对待甲伊可能无共款意见的人，吼，伊的迄个做法，竟然是即款的，所以大家较高意味啊。所以讲，吼，真侪，尤其是台湾这边的人，感觉讲这不可思议啦，那也是即款的即个做法，吼，因为这甲算讲大家对迄中国共产党，也是讲中国这种迄个。宫廷吼斗争内底真捌即个手路的人，拢知影讲，你安怎内底安怎手路安怎粗俗，还是讲安怎无清气，拢袂伫外口互人看到。但即个竟然是安尼，到底伊所表示的这意是啥物？所以讲真侪人会伫遐咧摇。是，那辛老师咧？
我是感觉吼，看这个时间点吼，足趣味的。就是讲胡锦涛若真正身体无好，开会议16号开始，伊就会使讲几号我袂使来，几号我会使到。迄个时阵拄啊好，记者拢伫3楼，拢目睭金金咧看。这个时阵做这个动作，敢有啥物政治的意图？我感觉这个足重要。因为这个画面，互我想到讲，2013年北韩金正恩嘛是用这款的手段对伊阿姐，互全世界拢看到讲哦，你是我阿姐，毋过你犯啥物罪，我甲你抓起来，当场甲你抓起来，毋过即马毋是讲甲抓起来，甲请出去，请出去表示讲，敢是胡锦涛甲习近平敢有之前有讲过啥话，讲要互啥物油，要互啥物人，即马公开来公布的名，甲伊想的无共款。习近平佮惊讲，等一个举手的时阵，敢若伊一个人无举手，可能足歹看的，足无民主的我感觉可能有这个意思。是，连续呢，我就来请教王丹。刚刚您一开头就讲，其实这个对您来说不是一个问题，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习近平什么时候死。但是对我们来讲，尤其是对很多台湾人来讲，有时候还有些人有某一些声音，还是期待这个开明派会出现。到底开明派、改革派跟所谓的现在正在方兴未艾的毛派，或者是习派，有没有意义？这样分有没有意义？共产党的利益是总体的，您谈谈。坦率讲，我觉得如果就这个具体的经济政策应该说中共党内是有一定分歧的，很明显嘛，就李克强比较主张这个市场资源配置，那么习近平比较讲共同富裕和国进民退，这是非常明显，大家都看得到的所以就这个经济决策的领域来讲，是有不一样，应该是有不同的路线政策主张的，可以这么说。可是你说，比如说回到什么6·4问题啦、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啦这方面，我觉得就根本没有什么团派、江派这种派之别。对于所有的这些高层的各个所谓派系人来说，他们的利益都是一致的，就是要保住红色江山。这一次习近平能够如此大胜，外界都非常非常的意外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意外的，习近平的血统就决定了他大胜的一个基础。他就是正宗的中共的这个血统，红色江山的这个皇子的代表人物，根正苗红。对，对于他来说，那你想，那胡锦涛算什么？只不过就是临时中间拿过来代替一段，是看守一段嘛。现在重新交回给本身，所以我意思是说，我觉得在20大之前和20大之中，就是外界有很多的说中共党内高层权力激烈斗争团派怎么样，这些。我认为是有点过分解读了。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有没有不满意的？当然有。你像朱镕基就不来开会嘛，对吧？吴邦国也没听说身体怎么样107岁的宋平就可以来，他都不来。你看到该不来的还是不来。可是我看到邓朴方也来了。对，但是你看团派，所有人都来了，包括这个所谓这胡锦涛离席，温家宝也就坐在那里所谓这个包括这温家宝派团派这些人，其实都来了。你说他们如果真的是有激烈的权力斗争那他何必就像你说的邓朴方，他自己也高位截瘫，对吧？他不来有充分的理由，他自己父亲的路线完全被习近平彻底否定，他要不来，他有1万个理由不来，他还是来嘛。所以我觉得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没有像外界以为的那么激烈，在涉及到江山是否永固，在集权能不能保住红色江山这一点上，中共党内是有相当程度共识的。这是习近平可以稳稳的，掌握住权力连任的。其实当年修宪都通过了，今天这结果不应该有什么意外的。是，那么刷了我来请教林老师他都在就这个王丹伊所讲的，伊讲对18大开始，大家就知影讲，我所有不管你是军方的，你是团派，你是什么，我就拢交互你。咱就拥护你，你就好好做。要走向互这个党唔通亡国搁亡党去。所以咱来看这名单，老师你对这个名单，敢有啥物意外，或者是讲对着王丹才所讲的，这个中国共产党伊唯一的目标，今仔日不管是啥物人，姓色的、姓啥的，只要是姓党的，我就甲支持，感谢你。这个名单按讲有意外应该是这个错期咱会当看起来讲这个10月17这个
20大是10月16啊，过当日这个《华尔街日报》，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伊约6个人，这6个人都伊顶悬，除了蔡奇以外，吼啊，但是伊这个香港还是伊台北的报纸约的，都无这个《华尔街日报》遮尔准啦，吼。我还记得咱捌伊这个节目讲到这个习近平要去哈萨克啊，啊，其实《华尔街日报》是第一届都准确来讲到这个习近平要去哈萨克，即阵中国外交部抑阁未宣布吼，所以这个名单来讲，就是讲这个蔡奇本身，咱看起来讲，这个名单内底甲台湾有关系的，吼，捌来过台湾的吼，蔡奇伊捌来台湾，这个李强。我那捌来台湾过，吼啊！但是因这2个当时差不多于2011还是2012，就是讲马英九政府吼，一个第一站吼啊来到台湾，吼，所以尤其这蔡奇啊，伊本身有这个微博，吼啊，阮也写伊来台湾的看法。不过这届20大介重要啊，对于台湾来讲就是讲，这个习近平特别增加。一个章啊，一章啊，这个国家安全的体系。我讲这国家安全的体系，这章内底有关系的，唔惊习近平、蔡奇，还是这丁薛祥，因东北以这个内底吼来做过代志，所以用这个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所拄着，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还是台湾一寡问题。是啊，罗委员吼，咱看这个名单。除了他林老师所讲的李强啦、蔡奇，伊这吼算做知台派，吼是上无是算过讲对台湾有小可接触的，即而且佫甲台独、反台独，吼，甲反境外势力拢写入去。人有人讲啊，但这些台湾不论来做什么代志拢无效，因就是要安尼来参，就要来切落去。看到这个名单，敢是会反映这种代志？我是感觉讲吼，这个名单吼，一开始大家咧摇的时阵，实际上无讲这4个伫迄内底。一开始的时阵来想讲，可能敢2个会离开吼，所以讲另外2个可能丁薛祥啦，啊，甲迄胡春华，有人是安尼咧摇。但是我是感觉应该是到这个咧开会的时阵啦，开始各有无共款的这个算讲斗争出来这个结果。所以讲到来才有发个华尔街的这个日报吼，伊所写的这这个结果。吼啊，当然了嘛，发现到讲这个《华尔街日报》伊的这个结果可能上准确，应该是讲这内底应该差不多讲到一个程度吼，有或者《华尔街日报》这款的一个消息。啊，当然遮吼，无论讲这个是李强还是讲蔡奇，可能有来过，迄当阵有来过台湾，应该就是差不多伫2008年到2016年迄当阵，马英九主政的时阵，迄当阵迄真侪中国地方的政府的人。有来到台湾，所以讲因就是去批吼，有来台湾来做交流。无论讲是来，就讲蔡奇都一直咧讲伊甲迄个南投县的迄人县长，到来互人关起来，迄个李朝清吼，2个是拄偌好即款的。所以这表示讲，因对台湾也是讲有印象嘛，迄当阵的印象。所以我无认为讲这个人是所谓的亲台派，因为真正是讲认为知台派吼，敢若是习近平家己认为讲伊该上知影台湾。因为伫咧主持福建的时阵，吼，当然伊毋是第一位即个一把手吼，啊，但是伫福建的时阵，迄当阵甲台商算讲有真侪接触交流啦，嘿，伊会认为是讲对台湾来讲，伊是上了解嘛，所以即马爱注意是讲到时阵即个对台湾的政策吼，因为我是感觉讲应该是习近平即个人伊本身咧主持。伊的迄意志，伊的看法，这是算讲做一个足有决定性的。所以老师你也讲，就是根本这是7矮人的艺术啦，这6个都是矮人。人讲人讲这7个人吼，伫过去都已经讲一个不是一个白雪公主，6个小矮人。一个白雪公主，一个白雪公主，6个小矮人。这习近平那会当讲伊讲迄白雪公主，那会公主，根本就是一个迄个皇帝嘛吼。算一个皇帝啊，其他6个人对伊来讲拢是伊的，算讲伊的手下，变成即款的。咱讲迄个以后中国敢参像迄个行去这准主席制啦，吼，都差不多是迄个主席制即款的即个做法。那即马应该是无啥物人会当甲动，
所以讲，迄个习近平即卖诶即个处境，敢若亲像是伫应该是伫迄2012年了后，迄个普京伫迄个罗西亚即个普京，伊都倒来做即个总统的时阵，差不多感觉，迄个感觉。所以我即卖是感觉讲吼，即卖爱看到是讲伊的对台湾的即个政策内底，无论讲伊是甲这反台独写入去的东江吼，也是讲伊伫即个算讲第20大的即政治报告内底，有咧写着讲伊要用掌握主动权啊，甲迄个算讲主导权即款的即个做法，也是讲你看即个20大的即个政治报告对台湾的部分，基本上重点拢是咧统一。这甲19大的时阵，你讲着讲你要承认什么款政治基础，所以讲两方会当来进行即个政治的即个对话，这是非常无共款的。伊就即马即所有的即重点拢是咧讲统一，所以讲意思就是对即马开始，无论讲对话嘛是爱围绕着即个统一即个话题伫遐咧处理，嘛表示讲习近平伫伊即届内底想要加速要促进即个统一。即嘛，这个目标是算讲非常非常明确。好，沈首长所长，对，我这边请教你咧，延续大委员所讲，这就是讲伊这整个的政治路线叫总加速师啊，如王丹所说的，就总加速师啊，迄加速2035年总加速师，伊搁10年会当做落去嘛即摆才是2020，那加个拄好差3年啊，对台湾来讲，台湾还阁有啥物可以做了？等会我也要请王丹来谈一谈。对，咱看这个名单吼，大家拢讲即届已经拍破7上8下这个规则，啊，不过你看这个名单，年岁上大的是王沪宁，大家拢无想到是王沪宁，伊67岁，就基本上常委内底无拍破这个规则，敢若习近平是无，当然无伫遮啦王沪宁是啥物款的人呢？人拢讲伊是3代国师，就是讲伫江泽民、胡锦涛，伊就是非常重要的幕僚。所有的政治报告拢是王沪宁写的。是安怎别个人67岁，李克强、汪洋拢退啊，敢若伊留落来，表示伊足重要。有一个中国有一个高官叫李瑞。伊讲习近平甲小学的学历尔，表示讲伊需要一个足巧的、足有魔力的来甲斗相共。会晓写文章的？对，写文章或者创造啥物理论。我想讲王沪宁会扮演这个角色。未来王沪宁是政治协商的主席，未来对台湾统战就是王沪宁。所以讲到台湾，可能。后摆可能国民党的人去大陆拄到的大官就是王沪宁，就是伊咱是讲，因为习近平伊较民主主义，伊就感觉讲中国共产党中国要亡去啊，要亡去啊，所以要安怎来加强，安怎互中国伟大。伫这个时阵，台湾的问题当然是这个过程当中上重要的一个目标。我感觉未来伊。对台湾的问题是安怎讲？反台独会放伫东江内底，我想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是，这个我要请教王丹。刚刚几位都谈到，台湾对台的工作，反台独是重点之重啊。除了它有地缘政治上的关系，而且跟美国的之间的这个斗争。那么接下来，您看这几个人他们彼此的分工，你可以稍微对我们的观众做一点解释跟分析。这几个人，当然在我看来，全是习近平的家臣那么除了王沪宁，还有一些侍奉过前2任主子的经历之外，其他的都是完全习近平的人马所以有人说是给他提皮箱的。我觉得这6个人就是存不存在意义也不是特别大那就主要是帮习近平来做一些具体的工作的所以对他们6个人，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的分析的。但是现在中共已经完全恢复到个人独裁制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全部的关注重点，当然应该都是在习近平的身上坦率讲，我觉得未来变数也是非常大的那仅仅就在20大刚开之前的几个月，就爆发过一个很大的案件，就是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案牵涉到公安部几个副部长，
然后判的都是非常非常重的刑期啊。最后说是什么受贿罪，我想没有人会相信是因为受贿罪判到那么重。那换句话说，就是他党内这种未来发生的这种可能的这种变局这种变数是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承认它还是在的你不知道哪个派系或者是说哪些人感觉自己受到威胁，会去做什么样的动作。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讲说，我盼望习近平死呢，当然我个人情绪化的但是坦率讲，在一个个人独裁的时代这个最高的统治者的身体状况，确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变数。那么如果不是毛泽东死掉的话，文革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就结束，对啊。那习近平的身体状况，我觉得本身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第三个大的变数就是政策变数就是他习近平到底要做什么？比如说，如果他真的就是贸然采取武力攻台的这种做法，那到底能不能成功？如果不成功，要不要负起政治责任？所以我觉得有这三大变数在的话经济呢？经济就不会是一个经济没有什么变数可言，就是一定是悬崖式下跌嘛。这不管换谁上去，你就是现在中国民主化了，我看中国经济也都很难把它给拯救过来。不过我觉得经济在中国整体的变化中，它不是一个太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它不太重要，因为中国还是个，尤其在习近平时代，它是个政治挂帅的时代，而且中国老百姓说老实话，你不把他饿死，他也不会反抗的。我们3年大饥荒饿死4300万人，也没见大规模全国性的反抗，是吧？中共只要稳固的掌握了军事这个武装力量的话，我觉得经济上再怎么差，它大多就回到闭关锁国状态，那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刚才这三大变数：它党内的问题，它最高领导人的身体的问题，它政策出现巨大的这个风险的问题。就这3点来讲，我觉得不管这6个人做什么只要习近平在这3个问题上任何一个问题上出了事情，那么第3任他都不会很好过的。那他如果是这3大问题，有没有可能让地方某一些势力？就比如说像陈胜吴广一样铤而走险，然后揭竿而起，这种可能性也没有。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那这可能是台湾人一种乐观又天真的期待吧。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出现过的嘛。你比如说，就到了文革末期的时候，我们表面上看到叶剑英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呢，是对啊。毛泽东一死，下个月他就把毛的妻子就给抓起来了。在抓起来之前，我们也看不到叶剑英要做什么。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黑箱作业的事情所以坦率讲，就是中共的政治就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在邓立下规矩，一直到胡锦涛时代，都还多少有一些小规矩在。习近平上来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把规矩打破了，使得中共政治的不确定性倍数扩大。所以坦率讲，我们就是对未来，我们就是没办法去真的做一个肯定性的结论。它最大的确定性就是它的不确定性。甚至有人已经开始猜测说，他的接班人可能是北韩化。北韩化的意思就是说，习近平的女儿有可能是下一个接班人。您觉得？我们也不是没听过类似的风声但是到目前似乎还没有开始这样的布局。但是如果从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布局，比如说他最亲近的人用了他毛远新他的侄子这个角度来看，以中国几千年这种传统文化来看的话，他用自己的家人，即使从政治谋略的角度看以习近平这么没有安全感，这么要集权的一个人来讲，权力如果交给自己家人，应该是最放心的一种做法。是。咱头听到王丹讲到人家悲观对着中国的政治我就要请教林老师，中国的政治如此的悲观才绝望这期待讲伊对内部开始在产生的反抗，但是这个无一定，伊最大的这个肯定性就是伊可能有无肯定的代志。咱台湾呢？咱台湾要安来面对着这种政权？开始有足大的困难啦，唔惊这个台湾的问题，连美国这么大的国家，来看这中国，我感觉是做不好，去采对要捉准，我是无可能，我是做歹去应付，咱头先看起来讲，七个政治局的常委，照你讲起来。因的橡皮应该拢变大张，较早是拢变大张但是咱看到习近平，伊哪来这规个党变做伊一个人的专政其他人
较早伊这政治局的常委内底，也佫有足多会当介意无共款声音的人，但是咱看起来讲，即届吼所现出来的这个名单内底，会使讲是全部拢是习近平伊本身伊有100%来掌握吼，所以以这个当中，咱就知影就是讲对习近平伊5党还是5党以后，伊佫要做偌久，这个咱有一个好的判断。但一般过去，咱拢知影讲中共有这个隔代指定啊，对啊，就是讲我顶一代我阿公指定我的孙来接这个代志哦，这即摆都拍破过啊，无得互你要嘛，哦，这我来请教就赖委员哈，赖委员，咱看，咱头拄啊，我会问林老师讲，咱台湾是要人看待，因为对台湾来讲，伊完全无路互你行，伊也就是反台独，一国两制就是安尼，吼啊，连国民党有人咧讲啊，这个中国，吼啊，我无爱接受一国两制，嘛无可能啊。啊，这就是完全无选择，是到底是要哪沟通？人这网络顶头的笑话是讲啊，中国甲美国啊，佫有一个习近平因查某囝通做沟通的桥梁啦。台湾完全都无啊！这是要安怎来做沟通？安怎来甲这个政权来做这个互动呢？我是感觉讲，这个要沟通吼，应该是双方拢爱有意愿。但即马过去这几档，应该就是中国都无意愿嘛，无意愿想要甲台湾沟通，伊要求台湾按满足吼几若款的这个政治。完全无前提啦。嘿，咱即马拢讲无前提，咱嘛无要求中国爱放弃要统一台湾这款的讲法，也嘛照常会当来迄个对话啊。但是中国都是无爱啊，伊就是讲台湾一定要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啊无这都无可能嘛。所以讲，即马这个交通的这个生意对中国来讲，伊就是无爱。啊，咱即马嘛看到即个政治报告内底对甲台湾有关系的迄段吼，伊嘛讲着讲，即马开始，伊嘛无甲重点放伫甲台湾的政党，吼，政党包括国民党哦，包括甲政党之间的对话，伊敢若是讲，哦，要来讲话讲两岸关系，就是爱针对即个统一即个问题来讲，吼。啊，另外嘛是讲伊要坚持支持，算讲台湾支持统一即款的势力，吼。这表示讲，敢台湾内底敢若像被迄个white wolf 即款的人啦，吼，算讲即个统一的乌道，这是迄习近平所爱的人嘛。所以毕竟我是感觉讲，对未来搁要期待要安怎甲伊沟通吼，我是感觉中国即款的迄个办事应该是较无可能。既然较无可能的时阵，咱台湾爱做就是讲会当操之在家己的物件嘛。变成讲咱来强化咱家己的国防甲武装，吼，啊，甲互台湾搁较强起来。所以讲要互中国要甲台湾吞落去，真歹吞，吼，啊，互习近平家己本身知影，我是讲这是咱即马会当做的代志。期待搁要解决安怎做啥物沟通，中国即款的即个态度吼，我是感觉讲真歹甲伊讲话啦。是啊，沈老师，他做赖老师啊讲啊，讲这真歹剃头。啊，咱家己来强起来，互伊吞也吞袂入去。但是台湾人敢有这个意识，或者是讲咱即摆现主席除了对因的分析，那真侪观众朋友一定感觉奇怪，咱是安怎来知影讲伊这6个人是啥物人，对咱有啥物意义？啊，要提醒咱台湾人民爱注意啥物代志，啊，从此以后要采取啥物行动？为邓小平开始，中国对台湾本来就是一手软的，一手硬的。软的就是讲和平统一，921国2制；硬的就是军事的手段。咱看到这届20大各台办的人事，国务院对台办公室人事拢总换去，表示讲可能对前几年啊对台湾的政策拢是失败的。所以即马要换一批人，另外这路线嘛爱改。啊，这路线我感觉嘛是一手软的，一手硬的。啊，毋过一手软的，毋是讲爱提供偌济讲对台湾好的政策，还是统战。我感觉应该是我得互你一国两制，你要接受无？你若无爱接受，我得用军事，我得演习。无就冰岛啊？冰岛可能还无够啦吼，可能就是讲你若甲美国行足近呢，我得演习互你看，我甲你封锁。安尼可能未来是军事愈来愈强，
啊，两个就是讲，我已经设计一个条件，你一定要接受一国两制这个条件。你若无爱接受，我无爱跟你交流安尼。所以咱台湾自己来强起来，这个我要请教王丹。刚刚几位教授的意见，或者是在某一些台湾人的眼里，就是说，那我要走的路线就是我自己要强起来，我要武装我自己，让你中国想要吞我，你吞不下去。然后呢，跟美国走得近一点，这是台湾唯一有的策略吗？或者是有其他的想法？对于台湾人来说，您从中国出来，然后看到中国这么20年的演变，台湾其实也在演变当中，好，然后从完全不要兵役，现在又可能有倡议，我们要延长兵役，台湾人要怎么？你某种程度上你也算半个台湾人，你怎么看台湾目前大家为什么会没有这个共识？我觉得说的直接一点哈，或者也许不好听一点，我觉得台湾人就我接触到的很多，当各位老师肯定是有清醒的认识，但是一般的台湾人，我觉得还是看大陆看得太天真了哈，或者更愿意用包容的心态看，看不到就是中共这个政权它真正非常残酷的残暴的这个本质啊。其实大家现在都在讨论说啊，中国这个开始往回倒退啊，说习近平连任。其实，如果真的是比较了解中共历史的哈，1949年到现在，真正只做2任就下台的只有胡锦涛一个人呢，所以连任和独裁是常态。当然，你想，连江泽民也还卸任，还当了2年军委主席呢，也没有只是说10年就全退。中国共产党建国到现在70年，只有一个人真正是没有连任的呀。哦，对。所以有说是习近平什么大倒退，我觉得就是我意思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集权残暴的本质哈，一般的台湾老百姓恐怕认识的还是不清楚的。那么他尤其回到现在这种独裁制，就像文革，其实你说文革这样的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中共党内很多的高级干部也是反对的嘛，包括刘少奇。但只要权力都集中到一个人手里，是谁也挡不住的。他这个状况是体制决定的。即使是这个党内，包括什么宋平107岁都出来，即使江泽民反对，即使所有人都反对，其实也对抗不了习近平一个人的力量，因为你把习近平这样一个3个职务归一身的人把他养大了，等于不是你把他推翻，等于把自己的体制推翻呢。你自己体制推翻了，你自己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一个这种中共这种体制，谁坐到习近平位置上，换句话说，一个西瓜坐到那个位置上，谁也不会动那个西瓜的。所以，只要习想打台湾，谁也不会挡得住的，这个是我觉得。所以，因为习自己又有这个非常明确的这个野心了，所以我觉得台湾当然是岌岌可危。我坚定地认为，在习的第3任，最晚第4任内，他是一定会对台湾动手的。具体方式我们不知道，但你说习近平这个人，他已经表露得非常清楚了，对台湾的意图。他说这个统一，他已经讲了，这个统一是一定要实现的。他讲了当时他自己，他不会说后代是一定要实现的，所以这个不是一种政治宣示而已。您认为他还是会接下来会有行动纲领，然后会采取真正的行动？我觉得就是了解习近平的人都应该知道，就是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本事哈，可以拿来跟前几任领导人去相比的。他唯一剩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台湾这个问题嘛。那么他有个历史定位的问题啊，或者说。他自己个人的野心，某种程度他确实就是非常的膨胀，在某种程度来说，他是各界领导人中其实这个学历啊、知识啊各方面的水平最低的一个。这种人是很容易因为无知而狂妄的，所以他个人野心的膨胀，那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事情嘛。就从这点出发，他也会朝着迈向这个武统台湾的方向去走，来完成他个人的这种可以说是这种历史的这种膨胀感。他用他的词叫什么历史主动性。他要指导历史前进。但这种话都讲得出来，所以我觉得，因为习近平，然后体制又重新回到这种完全的个人独裁制的话，台湾不管做什么样的努力，都没办法避免中共对台湾的这种觊觎。这个听起来是怎么样努力都没有用，听起来是除非就是投降啊，你就接受1国2制，接受九二共识，也许呢中共就不打了，否则是一定会动手的。是林老师，你的看法呢？你听王丹安尼讲，咱感觉如果一定要动手，那有当啊都阻止伊动手吗？无法度阻止伊动手，咱甲美国来联手，来就算讲咱甲美国来联手，伊嘛是会动手，敢是安尼？
咱来看，因为头个王丹教授有老讲着，动手啊，但是唔知是啥物款的方式啊。用什么方式？啊，动手有足侪种啊，吼，咱看这8月对台湾发射的11枚的飞弹，这个嘛是动手的一种。一种。吼，啊，但是咱阮也知影，就讲直接来拍台湾，这个可能性，我是认为较少啊。吼，所以台湾会当拄到就是讲，有足侪这个灰色地带冲突，吼，就是讲无接触啊，但是用这军事来吓惊台湾，这有足大的可能。即马美国伊的因素，就是这北京还是习近平伊上要义的，上无法度确定的，哦，并毋是讲台湾本身。台湾本身的反应，伊可能原来抑个毋是讲完全100%会当吼，因为来互台湾的反应来吓惊着。更重要就是讲，这美国毋知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来协助台湾，所以对台湾来讲，吼，咱阮也家己爱知影，并毋是讲习近平伊即届20大伊的报告内底，咱会当看到是讲伊抑个讲一个和平统一啊，讲3届啊。阮也有讲到这9·2共识啊，不过伊这口头上面顶管讲的，都是作面中嘅话啊，吼。所以咱阮也看到伊有讲，这个和平统一啊，是最好的方式啊。所以能讲照伊的报告来看，咱应该会当安尼来猜测的，就讲伊并无讲要主动要直接来攻击台湾，但是有怎么款的状况，伊会当个。一届，那像咱8月拄到这个军事的演习咁款，这个是咱来提防的。是，老委员你会感觉，那像林老师安尼讲，咱卖提供伊会当主动来甲咱安怎攻击的这理由，安尼就可以吗？我看法就悲观的啦。我是感觉讲吼，因为即马所有主动权甲迄个决策权，拢是伊家己讲了，伊家己来遵守。所以讲，这毋是讲台湾安怎无讲话吼，安怎无什物动作，互伊感觉讲迄个无受到威胁。因为咱嘛毋知影到底中国伊认为即款的威胁是什物款的意思嘛。尤其是咱也是看到即届即个政治报告内底，伊写着就讲无要放弃对台湾，无要承诺吼，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特别讲到2个状况，一个是讲反对外口势力的即个干涉，第二个是讲迄个台独活动嘛。所以讲，即马一个问题就是讲，伊家即个反对外口的势力的即个干涉，算讲放伫第2个，所以讲表示讲伊人对台湾动手。咱若是会记即个8月时阵，实际上是迄个人吼，即个 Pelosi 美国的众议长伊家己要来台湾嘛。毋是讲台湾安怎做甚物款的代志，是美国的即个贵宾要来台湾，咱甲欢迎。但是到后来伊的做法是讲，等Pelosi走了后，才对台湾开始来真侪即款的算讲真强度即款的即个军事演习，尤其是伫未来，也是讲即个咱讲灰色地带即款的即个动作愈来愈强的时阵，也是讲台湾国无导航，迄当阵伫迄习近平本身因无法度。算讲有得到伊个效果，伫迄当阵吼，要用这武力几乎是一定吼，变成讲真有可能会发生的代志。所以我是感觉讲一只吼，这毋是讲台湾要做甚物款的话，做甚物款的动作吼，希望讲万一迄中国会当片面对台湾的即个军事的即个动作，因为伫即届伊无论讲伊的政治报告，还是讲伊所讲的遮个物件，咱拢会当发现就是讲。伊对台湾的动武，毋是无一定讲台湾真正要宣布台独，毋是安尼尔呢。包括讲外口的势力甲台湾之间的关系，伊认为讲这要反对外口势力的干涉，这本身嘛会当构成伊对台湾迄个使用武力的一个借口。所以讲伫遮我是感觉讲，迄咱就是安怎讲，就是跟迄个甲身体练好用啦，练兵啦，吼，甲咱家己本身的国防更加迄个勇气起来。嘛，甲其他国家之间的即个安全的连线，会当甲建立起来，这才是上根本吼，会当来面对中国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是，沈老师吼，那是延续罗老师所讲的即个，咱也家己练得好。但是他在内面讲一个重点哦，外国势力来干涉，咱可能是对着美国甲咱的联系。但是美国人敢有可能也看到讲啊，我甲对这硬？
啊，就无一定就有效，啊，而且会对着台湾有反效果。伊敢要有做这种外交性的这个转变？美国人到哪为止？这条路线敢会改变？而且如果若万不离，咱家己来武装起来，啊，美国人到时阵来抽卡吹手，敢有可能？咱看到10月1号吼，李克强伫伊的讲话内底有讲到讲，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表示讲，中国已经有解决台湾问题计划，啊，毋过即马也未公开。我想讲，对习近平来讲，那明仔载伊有即个能力会使拍台湾，我想伊明仔载就会拍。啊，是咱都无拍，一个伊军队准备好也未。第二个，国际社会也是美国，介咪介入台湾海峡的即个冲突甲战争。啊，第三个，伊家己内部的问题。啊，你拄仔讲到美国。咱会使举一个例，就是罗西亚攻击这乌克兰。你看到大家拢讲乌克兰可能3天1礼拜就会失败，就会倒。啊，毋过伊即马坚持到即马，伫赫尔松即马罗西亚要撤退啊。哦，那台湾会使像乌克兰安尼，大家团结，坚持啊，强化军队甲防卫，我想应该嘛会使创另外一个例。啊，迄个时阵，中国应该会烦恼讲，拍台湾若失败，敢会甲中国拖倒，还是放弃，规个放弃。我想讲，伊嘛会思考即个问题。啊，另外就是讲，台湾其实伫国际社会是非常重要。伫咧就是讲，伊个伫西太平洋一个战略价值。台湾阵地。第二个就是晶片的科技的供应链。啊，第三个就是讲，台湾是一个足成功的民主发展的故事，哦，啊，国际社会敢会互台湾，互安尼，互中国那个提起并吞起，啊，我想这要思考这个问题。好，这个我要问王丹，我直接问，美国人可不可信？美国人可不可靠？台湾要这么做吗？有没有别的选择？尤其刚刚像。这个沈老师说啊，我们有很成功的民主故事，我们有晶片，我们有地缘政治上面有许多的民主，这个 might likely 这样的国家，可以这样做，可以这么想吗？以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的经验哈，我觉得作为政客哈，作为每一个总统或者每个个人的这些美国政治人物不一定可行啊，他们自己的政策都变来变去，每个人还有自己人格和品质的问题啊。但美国作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有4年1次的选举，那它的巨大的民意是在这里。而且美国作为一个已经比较相对文明的社会，它对这些普世价值的坚持，它对所谓的正义它愿意派自己的子弟到外国去为外国的利益去战斗，这种传统，这些是美国固有的美国精神中的一部分。你任何一个美国的总统或者政治家，如果违逆了这一套东西，你可能导致你不仅你下台，你整个的这个党失去对美国的政权的这种控制，这是他们必须去考虑的。所以不管哪样的一个政客哈，我觉得最终决定美国政策取向的还是大规模的美国的民意在这里。那目前来看的话，那么美国民意明显是。至少是反共的啊，至少是要求保卫台湾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个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上来，目前现你可以看到2党共识非常高，这个非常高背后就是美国有它的美国精神作为一个框架的强大的民意在，只要民意不改变的话，这一点我觉得是不用担心的。这是不用担心的，但是美国人现在要我们做的这个事情，他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些时候做某一些转变，然后让习近平觉得说哦？那我们跟美国人还是可以谈一谈，那把台湾呢一起的给他做了。我觉得美国现在也很难再跟中国回头了，走回原来的道路上去嘛，因为中国这个也不赖美国哈。其实我觉得，包括以拜登总统为例好了哈，我觉得民主党当然还是想缓和一下美中之间的关系，希望中国能够回到负责任大国这框架来。问题是中国不愿意啊。从来都不是美国，美国善意也表现出来，其实台湾也有表现善意，是中国在咄咄逼人，是习近平的个人野心导致中国不愿意跟中美关系走回到原来道路。所以即使美国想妥协，我觉得中美也不可能妥协得了，因为中国不会妥协，没有回头路，没有回头路可以，尤其是习近平在台上的话。所以我延续王丹的今天一开始就悲观了，这就是竞病吼。就足悲观的啦吼，连他说对着美国这个政策，美国人呢就准备要花袂转来。延续这个话题，咱来看，伊到底是什么基础
除了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机器袂当互亡去，袂当互死，伊到底有啥物基础？是咱伫网络顶头看迄个小粉红，吼，这种羽毛，吼，还是有民族主义的这个基础？中国社会敢是安尼吗？老师？咱安尼讲有定定吼，了解这个中国，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因的这个一寡戏剧啊，吼，咱就知影来讲，这个中国啊。伊过去这10年，确实有影建设有足大的进步。啊，因就是讲有足侪玻璃心，吼，啊，伊这历史的一寡历史感，对日本人，吼，对日本人啊，对美国，因拢认为讲中国人是被欺负的，吼，所以袂使来示软。袂使来对美国，所以即个报告内底就讲美国是霸权主义，吼，啊是单边主义，吼，啊是即霸凌的行为。所以咱现在看着讲，这习近平伊要做老大，吼，做老大，唔惊要来取代即个美国。即马介重要来讲，伊即联合国193个国家内底，伊要超过一半是来支持中国的，啊，互美国永远。都是少数啊，所以是另外一种的集团。所以对于这个中国来讲，伊的中国梦还是中国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完全都是这种的看法。啊，习近平所用的方法，就是讲伊要平视这个美国，所以对美国来讲，有足大受到这个威胁。但是美国知影，为川普开始，川普、拜登对中国的态度立场哪来哪硬，所以咱会能看起来讲，中国即马搁要来对台湾来霸凌，还是凊彩安那黑白做，一定美国原来会当来回应。处理是。老师，我想要问个问题嘛，请你回答一下哦。到底中国人真正如一般所想的讲，大家拢是伟大的民族要复兴，吼，拢听你这习近平安尼行。但是王丹他讲啊，其实若死了4000外人，这中国啊，只好伊嘛是无一定会反抗。这个中国敢是铁板一块？我是感觉讲，这真大的一个原因是讲，迄个共产党一直在控制所有的资讯，吼，所以讲外口的物件无一定法度入去内底。虽然讲吼，也是讲有才调的人，有缘会当用这个算讲虚拟的方式吼，会当编墙起来，编墙吼。到外口，但是一般会当有即款的方法的人，毋是讲遐尼济嘛。所以讲，伫迄中国内底，我是感觉讲，即个对算讲资讯的控制吼，实际上是造成今仔日即个中国遐尼济咱讲无论讲小粉红，还是讲其他即款的即民族主义的情绪的一个较大的原因。我会感觉讲，伊像讲台湾吼，伫无民主化进程。实际上，迄当阵台湾，你讲讲到日本，每一个人拢是个赤牙牙，讲日本对头到尾拢欺负台湾迄中国人吼，啊是迄个台湾嘛是感觉讲迄个拢是专嘿，甲真侪今仔日共产党内底讲中国人互西方欺负，伫过去无民主化的时阵，伫迄个算讲国民党咧统治的时阵，迄种嘛是共款啊。咧讲咧台湾吼，中国人嘛是互美国这帝国主义咧欺负啊，所以讲拢。行为拢完全共款，想法拢完全共款，但是今仔日咱民主化了，你反倒咱发现就讲，真侪无共款的物件开始入来，大家都开始思想嘛，嘛去让去了解到底迄真正的事实是安怎。所以我是感觉讲，像讲这个物件吼，今仔日中国应该是咱无法度算讲看轻这民族主义这力量。但是这力量主要是因为因对资讯的一个控制。但是我嘛伫网络顶头看，咱看 Twitter 安尼一大阵咯吼，包括你传这个王丹吼，伊写的物件，哇，真济。其实觉醒的中国人，觉醒的中国人还是不少的哦。但是我嘛是真感觉，讲辛老师，你感觉中国的中产阶级既然遮大，但是无可能产生这种反抗力量吗？第一个我想讲，无一个强力有力的人会使带这个中产阶级来做陈胜吴广。第二个就是军队、甲公安、武警拢加入伫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手头，所以可能无法度。咱看这个习近平的目标，可能较远的第一个就是讲，伊的所谓的三步走策略，战略。
2035年、2050年啊，伊想要超过美国。那有一天中国超过美国，我想讲台湾问题应该对伊来讲应该无需要，唔免军事，唔免军队。啊，毋过伊敢有这个能力超过美国15年、20年，咱看军事哦，可能较无法度啦。哦，尤其即马美国制裁中国，足侪科技的物件，可能中国无法度超过这美国。啊，第二个就是讲，伫台湾这个问题。伊若讲台湾责任就是中国的，所以我无爱插。用这和平的手段，可能较有机会。那用硬，若讲我即马足紧的要10单位解决台湾问题，用军事，我看美国会戒掉。对，谢谢四位，谢谢，感谢。